是不是先来看警方伫桃园查到一间做薰的工厂，嫌反对越南进口薰油啊、下卡料做薰来卖。警方查扣246000外支更好的薰哦，阁有3000外公斤的薰油啊。专案是以违反薰酒管理法，移送桃园市的财警局来处罚。宝山的员警入去到一间大铁厝的仓库，查到真侪薰草原料，这拢是要做薯薰的薰草油啊。这个薰草本身毋但品质真歹，现场的卫生条件也无讲介好。大蟑螂！来，我来处理蟑螂。翻肚了。警方出动规大阵人去清点，查扣的薰有246000支，另外还有3275公斤品质较歹的薰草油啊。这寡原料拢是涉嫌生产薯薰生蛋饼仔囝，甲一名姓邓的进口商挂来的。明知低劣烟草、下脚肥料，系供农作用途，进供给地下烟厂制作劣质卷烟。案经专案小组征收烟草流向，发现为正信父子所收购。警方表示，这寡薰草油啊是姓邓嫌犯对越南合法进口的，本地是要做肥料甲赶糖使用，所配合细蛋饼仔囝去生产薯薰。警方调查，这细蛋饼仔囝今年4月伫桃园平定含孤山违法设2间薯薰厂，这薯薰做好势，烧起夜市啊，还佫擦拉漆，价销平市价俗迄一半，销路是真好。在桃园地区多处隐秘地点设立地下制烟厂及仓库，并首度发现使用机动性高之小型制烟机组，借以提高流动性来制造断点。警方推算，这寡原料含薯薰会当做24万外包的薯薰，偷走税金额有1385万。看问了后，依照涉嫌违反薰酒管理法，移送桃园市财政局裁罚，上重会当罚到1000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